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7日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关心昨咱国内新增加一个境外带病疾病的案例，并无本土病例。另外，针对上新的华航技术教官，也有伊的太太这两例，疫情指挥中心伫昨嘛继续公布因去过的所在。 环保局的人员伫空场进行大规模的环境消毒，惊予热水源破空。因为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华航确诊技术教官洪阿宝上新的活动数，其中案例1183技术教官捌在5月7日下晡点外到桃园中立的花台名品城，同一天也去过中立甲路德的两间餐厅。案例1184技术教官的太太是经济业卡掠，是5月7日早起10点外去过台北富邦银行内湖分行。 利用店面店头是真紧张，店内店外拢赶紧来做清洁甲消毒工作。就是紧急，就是先闭店，对，然后我们就是政府说，要我们做消毒的部分，那我们就是整间店从上到下全部都有进行，就是大规模的消毒。就是每天消毒8次，在整个园区的各个角落，大家触碰得到的地方，然后每一周都会有一次，就是我们场域内，然后还有后场、场域外等等的大消毒。 你确诊的华航技术教官，甲去运动酒吧的技术案例1153捌真菌来接触，不过因为疫情调查，敢若列出发病进前2天的接触者，所以讲技术教官第一时间无被列出隔离，造成伊太太也怀着。对此，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未来考虑将这个列出隔离的时间向前悠到3天，另外也将这个技术教官密切接触的6个学生列出特殊隔离。 1183在5月2号、5月3号、5月4号，都有到到公司去做这个模拟机的训练。那相关所接触的学员，我们现在都在匡列中，总名是6名嘛。另外，为了确认机组员特殊检疫是毋是符合规定，民航局最近发函予国内9间国际的航空公司，要求机组员伫台湾特殊检疫，若是选择伫徛家，也是亲戚朋友住的所在，必须要签切结，若有不实，愿意受法律的制裁。而航空公司嘛要定期派员来稽查特殊检疫的条件，也有环境，并且记录备查。民航局会无定期来抽检相关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印度疫情退烧，到昨下晡，咱驻印度代表处有8官员去会着。另外，日本讲5月底有安排包机要对印度飞转来咱台湾，也毋过即马向取消。疫情指挥中心是建议侨胞甲台商，即阵若有飞机票就要紧买，通量早转来。伫初8暗，台湾驻印度代表处2位确诊的官员，坐医疗专机登到桃园机场。 一落飞机就随送到病院治疗。指挥中心讲，目前2个人的状况正好，不过印度疫情降袂落，咱国伫咧印度的外交官确诊人数一直增加，到初9月为止，已经有8个人确诊。截至今天5月9日下午为止，驻印度代表处共有8名人员确诊，其中2位职员搭乘医疗后送专机，在昨天8号的傍晚抵达台北，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住处也正继续安排其他人员接受 PCR 检测。另外，初8自印度经过日本转机登来台湾的44位民众，其中4人有症状，采检结果上紧初10才会知影。依照流程啊，就是说会先采检之后，那如果阴性的话，还会再2采啦，因为他们现在都在医院。那如果目前其实都还在检验中，如果有结果的话，应该是明天再跟各位报告。 外交部讲，驻印度代表处这几天无用安排人员做 PCR 检测，也请印度的外交部提供医疗协助。即马伫咧印度的也有当地台商，外交部伫初9暗发新闻稿讲，台湾的良友旅行社本来甲外交部也有驻印度代表处合作，按算伫咧5月底包机去印度的德里，再叫民间台商登来台湾。不过相关的航空公司受疫情影响，机组人员调派困难，无航权或者是飞机机型等因素的原因，无法度提供包机。外交部建议目前也搁伫咧印度的国人，若是有其他的商业航班会当使用，尽量订柜，赶紧登来台湾。目前日本航空伫咧5月30进前有6个航次会当自德里飞东京到日本了，结果再转机登来台北。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拢好天，侪云的天气，咱来看云图。
今日天气甲昨差不多，日时温度真高，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9度至32度，若中南部高温有34度至35度。伫中南部外近山区也是好高的所在，高温有可能会升到36度以上。伫东半部今日有机会会出现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拢是好天稳定的天气。若下晡伫各日头的山区有热对流，嘛有机会会落西北雨。今日规天的天气拢真好，气象局表示，未来一礼拜甚至10天内拢是这款稳定的天气，高温会到34度。想要等雨来，可能要个小可等2-3礼拜。若入夏这节气已经过啊，正是宣告热人到位啊，所以提醒乡亲要注意做好早日，唔通掉沙。礼拜下晡的高雄北地地区，在佚佗的民众，毋是提雨伞，伫无啊无着挂目镜，因为南部日头实在是赤炎炎。气象局初到对着中南部地区发布高温的资讯，像是南投、台南、高雄甲屏东拢是感觉是个顶好，有36到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机会。伫高雄内门气象站测到38.3度，今仔日上悬的温度。太热了，不知道南部天气这么好。消暑我们就跑来这里吹吹海风啊，吃冰。天气这热，互人行伫个路，感觉拢要扬起。真侪民众走到游泳池来耍水，也是到饮料店买酸仔来食。不过气象局讲，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未来一礼拜甚至10天内，北部的温度会在29到32度，中南部是搁较悬。各地的高温在未来1个礼拜呢，北部到东半部地区可以来到29到32度。至于中南部地区，普遍在近中午的时候可以出现34度、35度这样的温度。要明显落雨，也要等2-3礼拜。气象局提醒民众，最近天气真热，尽量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出外要注意，唔通拍伤久，多多补充水分，室内要保持通风，以防热伤害。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然时报。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CDC 最近改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准则，讲病毒确实会掉伫比喙烂手搁较轻的气溶搭顶头，就算伫室内保持1.8公尺的社交距离，嘛是有可能会去会着。目前咱国内社交距离是建议伫室内要保持1.5公尺远。来看《苹果日报》，伫高雄公山的叶莲钢铁昨暗9点多发生火灾，厂房内底吨7万公升的油槽导火，一个员工砸着伤，互送病院急救。高雄市的消防局11点17分控制火势，高雄市长陈其迈即马要求暂时停工。来看《联合报》，国防部长邱国正最近下令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也佮有华东的指挥部，甲第6、第8、第10军团，对今日开始分别被改名，或者第1至第5的作战区。明年元旦开始，国军会正式脱离前来台湾了后的军制，全部拢会改。来关心昨昏有一只中国渔船下过界来掠鱼，咱海巡人员有公布要求因停船接受检查，也毋过船只随选去，所以互咱掠倒来，即马靠伫马境来马境做调查。5月份也未过一半咧，即马已经是澎湖海巡掠到第4只中国下过界来掠鱼的船只。咱陆委会即马是呼吁中国要约束好家己的渔船。一只中国渔船听到海巡署伫咧放送，拢无爱插，也搁要逃走。经过3遍的放送，叫伊停船接受检查。海巡人员决定要强化停船检查。最高早起，海巡署发现中国渔船外界进入咱国的限制水域，查到船长、船员3个人，船长20公斤的鱼拢等咧海。本队遂广播停船受检，该船人加速逃逸。本队采取紧追及强靠登检，押返马公留置调查。经查，该船有3人，船上没有牛、猪等物品。依照违反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甲渔船押去马境后地调查。不过依照中国的法律规定，禁渔期是自5月初1开始。禁止渔船出入港，不过澎湖海巡队最近查到各种中国船外界，包括无船名渔船、海钓船、物资运补船。5月到这马就断回4只违法外界的船。5月1日起，大陆禁渔期开始，本队针对未返港之大陆渔船越区作业，加强查缉，至今已扣押4艘大陆渔船。
本队仍将持续扩大巡逻范围，针对越区热点加强勤务作为。刘委会最近呼吁中国方面要约束因的船甲船员，唔通外界掠旗，为了要阻止中国船的违法行为，司法机关对违法者会严正处理。两华条例法则也已经提悬到代表30万到1000万。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安平港伫昨日有7个台湾人在马来西亚级别旁船靠港，因为船故障，无法度提早通报，加上因是停伫游艇码头，爱等集管署的人去做检疫。全日时7个人伫船顶等甲半暝半。一群人心情真忝的徛伫船顶等待上岸检疫。这只马来西亚籍旁船原本要停靠高雄兴达港，因为防疫关系，只下当进高雄港也是安平港指定区，也毋过找袂早起7点外紧急来到安平港了后，船流局发现指定区是予大型货船停靠，港边安全设施也拢是予大船使用，无适合旁船。那停过去，无管是船身还是人员上岸，拢有危险。我们就停到他们临时安检区，他们说那个地方不是他们的匡列的范围。然后就跟机管局一直反映，从早上7点反映到现在。有些人晕船，然后很累，健康状况都还好。我们每天都有帮他们量体温。船停伫非检疫酷热区的游艇码头，加上3天前捌故障，无法度用无线电提前报关。海巡就船检查，才发现船无申报入港，相关程序未负作业。7人伫船顶等一天，初到下昼。指挥中心主动回应出案表示，暗时我9点才接到通知，可以开始检疫。那被通知到时间是8点56分。我们9点半，所有的单位就已经到了现场，然后执行相关的入境查验。港务的工作是 CDC 负责那还有移民署的像港务公司这些，那我们地方政府在第一时间知悉这个消息之后，赶快到现场。因为7人拢无发烧症状，疾管署检疫了后，同意予其中5人伫初九透早1点外坐专车登到各自的基检地点，另外2人继续留伫船顶等待拜一得去核准，才结束这场检疫风波。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对去年1月份开始，咱台湾甲福建的小三通就停角单。主本讲伫今仔日要放零限制，咱台湾人去福建，敢若需要集中隔离2天就使入境。想不到因为最近咱台湾有出现本土病例，所以临时要搁动点。为着防堵疫情，陆委会对去年2月初10暂停小三通的往来，到即阵已经停年外。原本放宽小三通有希望，福建省原定在5月初10实施放宽台湾人入境便捷通道，实施2天的集中隔离，就使采取大所在甲工作所在来回19天，哪工作哪观察的方便来回管理。无想到受到台湾本土疫情上升的影响，才被福建省宣布临时来喊停。台商会长表示，今麦福建经济依存度真悬，希望中央应推动疫苗护照，不过也尊重防疫优先。当这个消息宣布出来的时候，其实台商都蛮错愕的。那我所知道很多就干脆有的就不回去，有的就不回来。福建省应对疫情指挥部公告指出，因为台湾最近的新增加的本土确诊数量无具备按照原时间展开的条件，决定来进行调整。爱等台湾的疫情符合要求了后，再搁适时来实施。金门县3月一直呼吁中央推动金厦防疫泡泡概念甲便捷通道同款。面临喊停，金门县观光处也表示，配合疫情的动态来调整。伫什么时阵会恢复小三通？陆委会表示，依循疫情指挥中心判断，国际疫情发展、甲国内防疫量能以及两岸互动的精势来进行检讨，慢慢照顺序来推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今麦还搁咧传，今麦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要哇1.6亿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329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例，目前是1184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64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3300万例，印度超过22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5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45万例，伫法国超过583万例。
印度疫情真热力，已经连续2天死亡人数拢超过4000人，直头创下新高。因为疫情甲打击压袂落来，印度政府即马已经宣布讲，伫德里的首都圈封锁要延长到5月17。若即阵英国出名医学期刊嘛批评印度疫情无透明，不可原谅。病院内面的确诊患者无隔离病房，病床之间只敢若让一段距离。印度已经全面扩大，医疗资源欠缺，和确诊数一直增加。德里首都圈确診病例數雖然有小可下降，不過需要維持封鎖控制疫情。अभी 1 हफ्ते का लॉकडाउन और बढ़ाया जा रहा है। कल सुबह 5 बजे ये लॉकडाउन खत्म होना था, लेकिन अब ये अगले सोमवार को 5 बजे तक के सुबह 5 बजे तक के लिए बढ़ाया जा रहा है。未送来火葬场烧的尸体拢无停过。印度官方的数字，伫过去24點前後有4092人死亡，連續幾多天每天確診人數拢超過40萬。पहले 110 आती थी, अब इनमें से भी कम हो गया 40-50 बॉडी। अभी कितनी डेड बॉडी लगभग 40-50 बॉडी आज मान के चलिए आज। 若是患者死亡人數連續2天超過4000。伫過去無到1個月時間，也損失116位醫護人員。自疫情發生到即馬，印度已經有超過860位醫護人員死亡。最近有醫生通報講，患者伫咧治療好勢了，如果得到正罕見的莫霉菌感染症，這種病死亡率有到50%。醫生懷疑可能是使用類固醇搶救重症患者免疫力降低了所造成。英國知名醫學期刊《這個針》批評印度政府無顧到第2波疫情的警告，和民眾進行宗教活動。莫迪政府也閣佇疫情期間，大家對政府的批評聲音不可原諒。即馬印度有1億7千萬人做過新冠有風車，只敢若佔總人口的1成半，民眾排甲路長等咧要做有風車。Before some days we were vaccinating around 500 to 600 people. Now we are vaccinating around 900 to 1100 people a day. And the crowd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國際之間的援助也繼續送到印度。阿聯酋航空伫初九宣布，會免費運送世界衛生組織甲其他組織的醫療物資到印度協助對抗疫情。公司新聞張偉林、張建光編輯。英國伫頂禮拜四舉行地方選舉，這是脫歐甲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了後頭一擺嘅大型選舉。當期主張蘇格蘭獨立嘅蘇格蘭民族黨閣大贏議會選舉，嘛閣發聲講，因要閣一屆來推動獨立公投。英國超級拜四地方選舉結果陸續出來，上受各界注意的蘇格蘭議會選舉由當期主張獨立的執政黨蘇格蘭民族黨 SNP 第4擺勝利，佇129席議會中摕到64席，差1席就過半，加上革命的第4大黨蘇格蘭綠黨8席。議會內支持獨立正組穩定多數 ，SNP 黨魁斯特金表示，等新冠疫情結束，2023年底前，就會再次推動蘇格蘭獨立公投。英國政府無立場阻止。And given that outcome, there is simply no democratic justification whatsoever for Boris Johnson or indeed for anyone else seeking to block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of Scotland to choose另外一個真受注意的戰場是首都市長選舉，2016年當選倫敦第1位穆斯林市長，工黨籍的卡恩順利連任成功，55.2%得票率比頂一屆淡薄減少，不過為這擺選舉連續失敗，工黨守住重要的一席。這擺地方加區域選舉是英國脫歐加新冠疫情爆發了後所舉行的第一場大型選舉。防疫安全考慮之下，投開票速度比過去慢。最近英國用這港軍執政的保守黨喺英格蘭表現真好，甚至摕到工黨傳統票倉。威爾斯議會由原是工黨天下。公司新聞是會長編譯。來關心中國中正國父火箭佇頂個月29發射，失去控制了後，火箭的殘骸已經佇台灣時間昨昏早起10點24分落入大氣層，落尾安尼是落佇馬爾地夫的印度洋。根據中國官方媒體報道，中國4月初2發射中正5號火箭，按算要建佇中國太空站，卻失去控制。外界煩惱講，火箭的殘骸有可能會落佇有人大的所在，造成災難，嘛造成污染。尾安尼好佳在是落佇印度洋，落佇大海，而且大部分的零件攏已經佇大氣層的時都燒了啊。不過美國的 NASA 是批評中國無負責任，記載大型的太空噴射烏白落。
来关心阿富汗的首都一间高中的门架口，伫5月7日下晡下课时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上无有55个人死亡，超过150个人受伤。受害者大部分拢是10外岁的查某学生。当地时间7日下昼4点半左右，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区一间高中校门口，汽车炸弹引爆弹出真大声，真侪11到15岁的查学生下课当行出校门就受害，现场留落几涂骹的册牌啊、鞋啊、衫啊。病院客观受伤的人，甲着急的家属。دادا قباچی بازم انفجار شد بازم چند قباچی بازم انفجار شد سر صدا بود خون بود安全官员表示，汽车炸弹甲汽车内迫击炮弹烧电线引爆，造成超过200人死伤的惨剧。案发地是什叶派哈扎拉族军族的社区，定予逊尼派激进分子锁定攻击。爆炸当时，现场除了学生，也阁有真侪外出买物件，准备庆祝开斋节的民众。دولتی وجود نداره تا حالی کسی ساحه حاضر نشده هیچ کسی نیامده هیچ آمبولانس چادر ما را زنجیتی خون نداده هیچ افسر دولتی برای پیگیری قضیه اینجا نامده ما چه قسم کشور هستیم美國5月7日起正式開始為阿富汗提軍，預計今年9月11，也就是911恐怖攻擊20周年，進前就全面提名。超出塔利班甲政府和談，不過塔利班民兵已經趁機會佇個性發動攻擊。總統今年將這擺攻擊也攏殺予塔利班，不過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嚴正反駁，表示這種無天良的罪行只有伊斯蘭國做得出來。公司新聞是會中編譯。鏡頭來俄羅斯昨昏伫莫斯科舉行閱兵，展現武力，要慶祝二戰拍贏76周年。俄羅斯伫莫斯科舉行慶祝二戰勝利76周年閱兵。動員12000個阿兵哥，展示190台軍車、80台戰機。俄羅斯的總統普丁佇演說的時宣示講，俄羅斯會維護因的國家利益，嘛譴責一寡意識形態，包括國際上驚俄羅斯變大尾鏡頭又閣出現。5月7日是法國拿破崙一世過身200周年的紀念日，法國總統馬克宏無顧反對派的意見，嘛有舉行紀念活動。拿破崙會當講是法國歷史上關鍵又閣充滿正義的領導人。有人講伊是英雄，嘛有人講伊是獨裁者，看法天差地地。拿破崙過身200周年，法國總統馬克宏參加紀念儀式，親身到巴黎沿軍營的瞭望禮儀。法國政府高調舉行拿破崙過身紀念活動，真罕見。馬克宏佇咧致辭時陣，一方面肯定拿破崙替現代法國打一個基礎，也佢也認為恢復奴隸制度是一種背叛。Napoléon Bonaparte est une part de nous. Il l'est parce que dire son nom continue de faire vibrer partout 1000 cordes d'imaginaire. 拿破崙互人叫做是法蘭西人的皇帝，1799年發動革命，要修改憲法做皇帝，佇掌權了發動一系列的戰爭，擴大法國的版圖，伊影響力遍及歐洲、美洲，也過佇戰爭中有上百萬人死亡，所以佇咧法國對伊歷史定位已經無同。A été misérable, mais c'est un de nos plus grands hommes qu'il y a eu dans tous les règnes de rois et d'empereurs et de Napoléon, c'est vraiment un homme extraordinaire. C'est à mi-chemin entre une grande personnalité politique française et aussi un dictateur, dans le sens où il a fait de grandes avancées, par exemple le code civil ou des choses comme ça. 右派支持者講伊是民族英雄，拯救迄當陣的法國。不過左派批評者是認為拿破崙好戰，唔那是打壓女權主義者，也個恢復殖民地奴隸制度。Moi, je suis pas totalement apaisé quand je visite des lieux comme ça, hein, donc je pense à mes ancêtres quand même, quoi. Je suis pas totalement apaisé. 伫咧印度洋嘅法屬留尼荒島，拿破崙掌權時期，飽受到帝國主義甲奴隸制度嘅壓迫，一寡無法度忘記嘅記憶，一代傳一代。對因來講，拿破崙只是一位征服者，而過身200周年無應該慶祝。Aujourd'hui, on doit regarder cette histoire de se passer autrement, parce qu'effectivement, dans ce passé, il y a eu des choses qui ont été
oubliés, oblitérés, méconnus, laissés de côté. 就算已经过身200年，拿破仑以一生的功过是非。观察已经看起来，也是无定论。39岁就做法国总统的马克宏，也是离拿破仑了上少年的法国领导人，以用无美化也无丑化的方式来讨论这位历史人物，同时强调历史无应该用现代的标准来判断。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一个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城市今日透早发生枪击案，当地官员表示，包括凶手在内，计共有7个人不幸死亡。美国白宫的防疫官员即马是表示讲，注意放射效果已经看现啊，美国的疫情转好，会继续甲重点放伫互更较侪人会当注意放射。来看中国拍算伫世界上悬的圣母峰山顶。设隔离线，要甲尼泊尔迄边甲中国这边的登山团加开，避免病毒伫两国的登山客之间互相传染。镜头转来，咱来关心，家人有一只掠一马的渔船啊，渔户888号5月7日伫外海回收船，两个台湾船员即马失踪，也未找到。加上是5万海巡会当派直升机去倒找，也毋过国家搜救中心表示，回收船的地点伤远啊，直升机飞未到位，目前已经拜托中国斗3工，也毋过中国讲因为天气不好，直升机也无法度起飞。不是这个点就是这个点，他们一艘直升机最少可以抵20艘船啊。家属着急提出家己制作的地图，表示失事位置。姓吴船长兄弟海上失踪有缘无消息，生死不明。船长妈妈连日来求神拜佛，马海事处会当派空勤直升机扩大搜救范围。都已经事隔这么久了，你们连飞机、直升机都没有到场去搜救，平面跟高空照下来的视野是不一样的。麻烦他们就是赶快加派直升机，赶快帮我们协寻。渔户888号的船头家连日来也调度5只渔船，伫海上继续找找姓吴船长兄弟踪影。船头家张顺良表示，渔民回报找到海上天气平稳、积极气候因素之外，为安怎拢唔出动直升机救援。目前我们持续派1舰2艇在现场搜寻，案发位置在海峡中线以西。那根据规定的话，应该由国家搜救中心协调，陆方来派遣直升机协寻。等于是我们出船，他们出飞机。因为天气不好，所以他们的飞机没有飞。国搜中心表示，渔户888号案发位置离本岛120里海里远，更加伫台湾海峡中线以西，毋是直升机有效执行范围。海事处继续派出1男2艇搜救，也已经联系中国协船。目前中国已经派出3船，不过中国指出天气无稳，将尾啊有缘需要中国判断敢是出动直升机搜救。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台中太平的头边KK，昨昏是传出有2个人溺水死亡。警方表示，这个所在是危险的水域，有暗流，嘛有采购示牌，民众唔通挖进去冒险。救难人员伫咧桥骹找到溺水的这个查甫人，一共一个7岁查甫囡仔，赶紧甲2个人拢送病急救。虽然一直做 CPR 急救，也毋过死里的查甫囡仔也是救袂大。急救了40分钟以上，应该完全没有，一样是没有恢复心跳、呼吸。另外一位溺水的27岁姓陈的查甫人，抢救到下昼4点5分，也是救袂大。代志发生伫咧吹沟中岛，死里的查甫人一家伙仔6个人，加朋友姓陈的翁仔某，总共8个人，伫台中太平头边坑溪边啊航肉。姓陈的查甫人敢若是游泳的时阵溺水，伫咧边啊看的7岁姓李的查甫囡仔也无顺利爬落去。对，我拉到他，然后另外一个男的又把他拉走，另外一个他把他拉走。然后我没有体力没那么好。家属讲，迄当阵溺水的查甫人敢若是有救跋水的查甫囡仔，所以2个人拢溺水。代志发生原因也在调查。警方讲，后边溪溪这水量虽然无多，水面看起来真平静，不过下骹真侪暗流，真危险。因为从外观上面看起来水色是偏深啊，那水面上面是没有什么样的波纹，所以一般民众可能会误以为说水很浅，然后就下去玩水这样。根据政府的资料，台中市头边溪溪流域、以江桥密布东附近，也有顶楼的仙女瀑布，当年拢发生真侪溺水的意外，而且附近也拢有采购示牌遐，讲无适合伫咧遮耍水。市府也会加强稽查，若是违规的人会开坑道单，请因离开；若是无一听的人，会请主管机关依法处罚。
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外籍看护工失踪落跑，按照规定通报了后，要等3个月才会当补薪的。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即马是批评劳动部，这款的规定根本就是在管劳财的心态，建议应该取消3个月空窗期。劳动部的官员即马是表示讲，无论是要缩短，也是要取消，拢需要修法，目前正在研究。新冠肺炎疫情继续有警报，移工的引进是接袂起来。若是拄到外籍家庭看护工逃走，头家真正是真烦恼。因为要补这个新移工，依法必须等待3个月，也真做长期照顾家庭的噩梦。有需要照顾人，那一小时、2小时没人照顾，可能整个家庭的那个 schedule 就会被搞乱。以劳动部来讲，他们觉得他们是在管这些人，为什么不是以一个服务的面向来理解他们的需要，而是以一个管理的面向？所以把他们当奴工，就是劳动部是第一个得要负责的人。台湾国际劳工协会认为，等待期3个月实在伤长，对着减少移工逃走也无帮助，甚至可能助长误区的存在。根据内政部统计，今年1至3月底，失联家庭看护工超过28000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445人。劳动部的官员表示，要全面来取消空窗期，恐惊有困难，因为因为是头家会用全面来推卸责任。也不过强调已经开始在讨论，无论是缩短还是取消这个空窗期，都需要来修法。如果要取消3个月，就涉及到法律的修正。那行政院在去年已经有召开跨部会的会议，针对这个议题来做讨论。那后续劳动部会配合政策来做调整。劳动部官员表示，最近的未少民众反映，缩短搁再申请移工的期限。去年劳动部长柯明春也表示，正看部会伫深心讨论中，也搁开设整体移工的政策，修法的时程无多来有估。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台北捷运警察队的统计，对今年的1月份到4月份，伫捷运顶头防骗扫、防偷窃的案件有上百件。排伫前3名的站是中校复兴站、台北车头甲中校新生站，拢是人丁人可可的所在。挂水案已经70几岁性感的嫌犯，今年3月伫台北捷运的邦桥线港仔隧到龙山寺之间，涉嫌性骚扰一位20几岁女乘客。被害人落车了，向警方报案。经过影像资料库的比对，发现这位70几岁查甫人是捷运性骚扰的惯犯，随后依照性骚扰罪嫌移送。捷运警察队讲，这么用影像一个大数据分析过路，找嫌犯速度更加紧。我们这些图像建立起来，这个影像跟这个我们建立的这个图库对看看，是不是就是惯犯，做第一层的过滤。如果是前科犯的话，当然会比较快。捷运警察队公布，今年1月到4月性骚扰发生的所在，以车厢电扶梯上多，亦若妨碍秘密偷窃的案件，以电扶梯、车站的出入口上多。最近5年，偷窃或者是性骚扰案发生上侪站，第一名是中校复兴站，过来是台北车站、中校新生站，拢是运量上大、人上侪的站。这款惯犯犯唔惊，妇女团体认为是举证困难加发伤轻。会去找它发生的很快，被你摸完就走了，然后你拍，如果你删掉了，我不一定有那个当下有那个证据，罚的不高。有些人就是固态附萌，或者是我不知道他是有没有针对他的身心理去做一些行为人的处理。捷运警察队也针对发生时段做分析，强调性骚扰案以早起6点到10点上多，那妨碍秘密案以下到6点到10点上多，拢是上下班人多时阵。目前以分析的资料，规划16个重点站，加强警力的派驻加车厢的巡逻。记者综合报道。电风放上头，镜头来桃园。桃园龙潭有一间木材行，头家过去捌做生意失败，佮拄着查某囝8仙颠簸，规身躯60%的烧烫伤。人生拄着动毒，毋过有受社会斗相共，所以伊即马决定要尽家己的力量来帮助原住民的学校。有兴趣的朋友一样0元起标。开直播竞标拍卖珍贵木材，却毋是为趁钱。桃园龙南区一间木材工厂业者，就感觉伫人生上困难的时阵，受到各界善心帮忙。即马经过做生意失败，佮经过查某囝8仙颠簸，全身60%的烧烫伤复原，决定尽家己力量回归社会。在我人生最失意、最失败的时候，也就是身上没有钱的时候，刚好我的女儿遇到这个8仙城堡，
全身灼伤了61%。也在这个时候，这个社会上很多好朋友，大家都伸出了援手。原住民歌舞也阁有念歌艺术，位伫福兴山区的巴陵国小是比赛上胜军。继续泰安乡文水国小、福兴区光华国小，这是吴俊宽第3个期被关注的偏乡学校。即摆期被所得73万，全数加做巴陵国小推展艺术教育的基金。小朋友的美学素养，就是在艺术深耕这一块，我们会请驻校艺术家到学校来指导孩子。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美感的场域哦，所以一个阅读的空间。校长感谢期被所得，互囡仔才会当有更加大的支持力量。业者也表示，为林务局合法出地的拍卖品，拢是来自原民山区，珍贵稀有的ヒノキ、小蓝等木材，出地原乡反馈原乡，希望透过期被帮助学童遗忘计划，见证善心的循环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愈来愈热，食西瓜会当清凉滋喙焦。伫咧买西瓜的时，真侪人拢会加讲爱先甲拍拍的。也毋过，你敢知影什么声代表什么款的口感？是食起来脆脆，也是食起来沙沙？来听卖西瓜卖30档的西瓜阿嬷教你拣西瓜。天气渐渐变热，食一块西瓜，规个人拢心凉鼻倒开。不过西瓜是要安怎拣？拍起来声音代表什么款的口感？你敢知影？统统就是无迄落啊，就是无迄个讲空壳啊，就无安尼啊。你啊，像这种18个啊，是啦。台南的满山大桥路边停袂少发财啊车，是卖西瓜的大战区。已经伫遮卖西瓜卖30档的西瓜阿嬷讲，即卖西瓜拢真好食，干那需要看人客是较介意食沙沙，也是脆脆的口感，落去拣就会使啊。无啥会晓拣啊？无啥会晓拣哦。嘿。嘿啊，应该是拣较内行啊。看见就够过。因就好你啊，几仔面叫长者就歹啊。你无就好，洗拢条咧，完全也无水就歹啊。因为西瓜种伫咧沙坡地，无重水，因过定定听到落大雨，西瓜瘪起，歹食歹卖情形。不过今年的雨水是欠甲伤超过，西瓜阿嬷讲水分嘛是有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新市国小有成立一个口述艺术团，团员拢是国校的学生囡仔，伊用台语伫台顶表演跳舞、念歌。这个月阁要巡回伫台南8间学校演出。讲到牛，我知影有赤牛、水牛、黄牛，阁有泥牛。学生伫台顶趣味佮活泼的表演，不管是牛、猫啊，也是大目水鸡，大家拢做伙唱歌谣。台南新市国小的口述艺术团来到桂林国小表演这出内山竞赛找头路，台下卡的囡仔姊、囡仔兄看甲真欢喜。口述艺术团为着这摆表演，才排练3礼拜尔，因全程拢用台语。我学2个月，我是5年啊。敢若出名的所在是老师会教阮唱跳的方式。跟家人都讲闽南语，对啊。回来就很活泼乱跳啊，就会教妹妹唱唱跳跳。新市国小这个社团已经成立6-7档，上细汉的学生才1年啊。因的剧本甲歌谣拢是老费用老师写的，伊甲台湾这块土地的文风景甲故事写入歌谣，互囡仔哪唱歌哪学台语。我表演的是大家吧。囡仔爬上舞台的时阵，伊会当有自信。你这个语言教育就是爱好感觉趣味嘛。你迄囡仔吼，伫台下顶咧演，你也看台下骹就对咧学。迄囡仔咧对囡仔咧学，就是上介好的迄个学习的这个行动。佮上介重要就是讲，囡仔若有舞台，爸爸妈妈敢会做伙来。过去这种课程拢是找布袋戏团，也是其他表演团体。今年对这个月开始，是老费用老师带学生去8间学校巡回表演，透过古水的念谣甲歌谣，互囡仔伫生活中轻松学台语。记者陈嘉文、刘伟哲台南报道。
台湾药学博士柯宏源，伊在生进前有收藏600多幅图，是咱台湾的艺术品。伊的后生嘛遵照老爸心愿，甲这收藏大部分拢捐转来咱台湾，嘛要互咱的台湾艺术史有更较丰富的作品，通好应用。1993年伫美国成立的顺天美术馆，是药学博士柯宏源的夫人加囝儿所成立的。顺天美术馆内底展出侪柯宏源收藏的台湾艺术家作品。2017年后生柯兆信遵照爸爸柯宏源的遗愿，要将收藏品全数捐转来台湾。2017年的时，就开始想讲要甲这个物件送转来台湾，这是因老爸一世人的愿望。柯兆信表示，爸爸是咧思考会当替台湾留什么物仔，互后代子孙。所收藏的作品，其实都是台湾的一个历史，会使看出台湾人迄当时是安怎生存，安怎咧打拼。伊有2本画册顶头写啊真清楚，伊讲这毋是阮的祖产啊是咱台湾人的情形较好你爱摕转去台湾，所以迄就是伊的交代。经过2年多的沟通，这批下世纪的台湾美术作品，伫2019年全部运转来台湾。这批画作的收藏年代，嘛拄好是台湾国际局势出现变动的时阵。就是1979到他过世1991，大概11年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台湾就是刚好是退出联合，就是1971年我们退出联合国。然后在跟国际大家断交、风雨飘渺的这个时代里面，那个时候他开始来做这个收藏。柯宏源毋但是一个收藏家，也是一位捐赠者，家属愿意无私将规批的画作捐予国家，也予文化部当咧推动的重建艺术史政策带来真大动力。台北美术馆咧收藏的时阵伊其实收藏的物件是安尼一步一步来，所以一步一步来就是讲美术馆的典藏经费阮一档的典藏经费偌济钱尔，偌济钱你会使买几张图，买几个艺术家的图，一个萝卜一个坑很多的艺术家的作品其实拢无，伊拄啊拢有，因为伊用艺术家迄个美术史的方式一个艺术家一张，这个艺术家一张，若有法度时佫加一张，所以伊迄个艺术家迄个视谱伊颠倒较完整。柯宏源伫台湾还未民主化时阵，就开始为着台湾的艺术世界奔跑，而且收藏只为着有一日要献予国家，无私大爱精神，替台湾留下完整的文化记忆。记者杨淑晴、张学水综合报道。新华消息，咱来关心一般的职业妇女，除了爱面对工课竞争，嘛爱担起家庭的重担。佮较免讲，若是厝内有一寡特殊背景的囡仔，这家庭的妈妈佮较辛苦。来听因分享家己的经历。母亲节为了妈妈的辛苦，每一个人拢无同感谢方式。根据卫福部公布108年15到64岁妇女生活的状况调查，近8成有翁婿妇女拢是职业妇女。这些妇女除了兼顾老母、家后、新妇的多产角色以外，同时也必须面对工作上的压力，甚至可能有更加困难的挑战。没有人教我当妈妈就算了，我更没有想到我还需要学习怎么当一个特殊儿的孩子的妈妈。我不是孩子越教越不好，而是他真的有这样的需要。我也希望有更多母亲跟我一样，把这个力量，然后再回馈给这个社会，成为一个正向循环。因为后生较真是阿斯皮克症，和对惠子身为老母，放下家己的梦想，甲想要做代志，投入地教界。除了理解后生的需求，也串联帮助更加多相关拄着难关的家庭。而今年23岁新生代妈妈美玲，甲后生迷你 Q 的日常翕做影片，放伫个 YouTube 的频道，在生活中也实现工作理想。我大学毕业啊，毕业典礼也都有在我们的影片里面，然后到后来有小孩、结婚，这些都在我们的频道里面，就是很像我们的
人生的日常，就是一一给大家看这样子，对啊，所以这个就跟一般职业很不一样，就是我们的生活其实就蛮像在工作。美玲分享饲囝经验，伊认为做老母上界辛苦的所在，就是每一个时阵都爱为囡仔来烦恼。不过妈妈毋是只有一种的身份，勇敢来讲出心内话，互翁婿斗相共来帮助，就使互婚姻甲饲囝生活无遐尼辛苦困难。记者孙合报道。昨昏母亲节，有民间团体甲台北艺术大学的学生先发起扣粪扫活动，要守护北台湾的母亲河淡水河。无论大人囡仔，拢认真在扣粪扫。天下杂志甲台北艺术大学做伙举办守护淡水河保环的活动，希望民众为生活中了解河川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淡水河即嘛是生活垃圾足侪，伊的沉积物嘛足侪，所以变讲伊的内底你船嘛无法度行，来去嘛足臭的。然后生活垃圾变讲是阮无法度讲这水去利用它。主办单位表示，今仔日的净河活动有正百人参与。伫母亲节即天，号召民众用行动来关心北台湾的母亲河。今仔母亲节就知影这个活动讯息，就觉得就有意义的嘿。就带应该想讲到顶来，而且我嘛住社附近，就感觉这淡水河从小就干净的。无偌久的时间，民众就扣出几啊袋粪扫，经过分类，未来学校嘛用部分的废弃物来做艺术创作。我们发起一个叫做净河的艺术嘉年华的活动，然后也就是说捡这个垃圾，然后呢就可以让它变成是艺术品。这个概念我办一个比赛，有办一个比赛就是讲咱净河的这垃圾呢，应该做像那沙，不就是做艺术品。未来有几啊间大专院校的美术系、设计系学生会做伙合作，将部分扣来粪扫，成做创作的元素，制作艺术品。6月初5伫海关码头展出，希望民众透过生活甲艺术，理解废弃物对地球造成的影响。记者杨淑静、林玉凯台北报道。有一寡外来种的食物进入咱的山林了后，会破坏咱自本的生态。山水香就是其中一种。伫嘉义县的中部，有在地艺术家用槟榔籽掺一寡野草来染布，毋但推广用食物染布的手艺，嘛要除掉一寡白草。这款用槟榔接染的挂布创作，为顶面野个画图增加特殊风格。因为作品用的染料包括上过色的槟榔籽、龟仔田、赤杂木这款植物，一个对环境有害的山水芳。龙眼的落花，还有槟榔的过熟的槟榔。那另外野草就是小花曼泽兰、咸丰草，还有一些像说树葡萄的皮。洋葱的皮，这些东西，这些野草一起来染。嘉义县中部乡嘉宾文化馆办染艺联合展览，除了用一寡较无同的染料，也有当行社区的艺术家，希望展现过去社区食物染的手艺。我是在地长大的小孩，我们知道确定有这个技术之后，我们现在在做我们是自掏腰包把所有的技术全部再学回来。现在在做是一个传承、延续跟推广的一个动作。染这个区块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而且呢，它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面出现。林务局嘉义林区管理处讲，山水芳是外来种的食物，已经危害台湾的林木将近30吨，真侪食物的成长拢受到伊的影响，甚至一块变有算甲因错掉。这嘛是当向社区推广山水芳食物染，希望透过社区的力量减少山水芳的危害。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国外，咱来去美国甲加拿大的边境。这个所在对去年3月份疫情爆发了后，就一直关起来，人员甲货物流通拢受影响。已经未通，也毋过伫魁北克甲纽约州的边境，有一栋老厝拄好就起伫这两国的边界顶头。一栋厝下两国，所以伫经营这交流货物交流无受影响。电脑生理好，红色这一档伊新增加1800个客户。即马看到的这栋石头厝，一半伫咧美国的纽约州，另外一半伫咧加拿大的魁北克。厝内涂骹有一条黑色的线，是两个国家的分界线。
82岁祖祖保罗莫里斯一礼拜5天，伫家己厝内交送2个国家之间的货物，即嘛疫情跨国订货取货才正方便。Suis au Québec. Le Canadien, mon client qui vient chercher sa marchandise, il est au Canada. Quand sa marchandise est du côté américain, c'est ma maison. Je m'en vais aux États-Unis, je prends son colis et je lui donne son colis. Il est au Canada, il s'en va à la douane canadienne, il n'est pas allé aux États-Unis. 这栋有200多年历史的石头厝，一个门开伫咧美国，另外一个门开伫咧加拿大迄边，由美国加加拿大2个地址，根据美加2个国家142年签的条约，这是少数会当横跨伫咧2个国家领土的厝。有一寡美国货品无提供跨国运送，就叫来老先生引导加拿大迄边买的人来遮领货，再过去门口的海关接受检查，算关系，就无跨境取货爱隔离检疫14天的麻烦。出自保罗莫里斯住伫咧楼顶已经超过60天。交会中心是登记伫咧伊3个囡仔名下，已经发生了增加1800外的人客，一天就会处理50几个包裹，有当时也真无形。Moi, je souhaite que la frontière ouvre. Si tu penses que je suis intéressé à qu'elle reste fermée pour augmenter ma clientèle, jamais, jamais. 也继续安尼无形，是有一份责任感，因为有一寡包裹内面可能是救命的处方药啊，或者是医疗器材。受到这款货品关系到人客性命甲健康，保罗莫里斯认为这阵啊较无形，要记得。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西班牙即卖疫情转好，巴塞隆纳有进行一场大胆的实验。安怎讲呢？即是讲，因举办一场5000多人的演唱会，观众经过快速体检是阴性的，就会使入去参加演唱会。除了挂喙암以外，因并无做任何的防护措施。刷来追踪结果，发现内底有6个人确诊，也阁有4个人是伫演唱会以外的所在去围着的。观众伫咧实体演唱会唱歌跳舞，敢若是等到疫情发生前。西班牙巴塞罗那3月底做一项正大胆的实验，办一场5000多人的演唱会，想要知影感染人数是毋是会升悬。一个月了追踪相关数字，结果互人真意外。We identified 6 cases. That is a cumulative incidence at 14 days of 131 cases per 100,000 inhabitants. And that's exactly the half that has been reported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the same week, in the same age group, and in the same city of Barcelona. 5000多人内面，只有6个确诊，其中4个也有可能是自其他所在接触到病毒。迄当阵所有人拢无注防射，也无保持社交距离。唯一做的防疫措施就是挂 FFP2 疾病式的喙암。入场进前做相关的快筛，结果是阴性才当入去。这项结果和加泰隆尼亚当局考虑，是毋是当国再举办，亲像是演唱会这种中型的聚会活动。We cannot stop, and we must continue to do this, as we have done, because we have achieved good results.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show you the government's full support in carrying out other projects, on which we have already started to work, and we hope that they will soon become a reality. 法兰西理事报道讲，欧洲的音乐产业受到疫情的影响，2020年利润减少76%。除了演唱会事件，西班牙东北部的吉隆那也伫咧做互民众登记餐厅用餐的实验，结果如何？大家等咧看。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美国告示牌音乐奖公布上新的入围名单，韩国的 BTS 入围4项，创下纪录。这个颁奖典礼5月23要伫洛杉矶举行。2021年美国告示牌音乐奖4月29公布入围名单，这份韩流成功攻占美国，天团 BTS 入围4个奖项，分别是最佳社群艺人、最佳组合、最佳畅销歌手、最佳畅销单曲。那连续第5年入围，也创建入围上侪奖项的纪录。2021年美国告示牌音乐奖自去年3月2开始算，到今年4月初3。根据销售、播放数据等形成的榜单的表现来决定 ，BTS 去年的英文单曲《Dynamite》连续2礼拜徛伫咧告示牌冠军，并且长时间称霸所有销售的榜单。
入围故事牌的韩团唔拿 BTS。女团 BLACKPINK 加男团 SEVENTEEN 也第一遍入围，拢是入围最佳社群艺人。一家 BTS 亚丽安娜一个菲律宾的男团 SB19 最近争取这个奖。互人叫做音乐魔人的 Weeknd， 伫这边故事牌音乐奖入围上多，总共入围16项奖项。颁奖典礼伫咧5月23伫洛杉矶微软剧场举行。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来关心今仔日国际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伫中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伫南部温度上低是25度，上悬34度。东部温度上低是24度，上悬31度；外岛是21度至3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咱再会。